冇乜叫嗌我係嘛？哇！呢個我叫啊，南面師傅咪最緊要練熟咗個邊鋒先啦，即係上個禮拜嗰個啊。你講呢個？呢個？赤。係呢個啊？諗唔到又直接去翻 check 超先，揾一解出嚟做。個原因係我攻擊完，跟住離開我有防，因為攻擊完離開攻擊係邊我噶嘛？check 咁樣邊個 fit 打？定咗 fit 打先，邊個 fit 好啊？定咗個 fit 打先。係咯。咁個步伐就再後面但係基本要有人，呢樣有分。未啊，未得，繼續，仲有3秒。係。